俾人嫌棄嘅流動廁所，竟然可以變做年收430萬美金嘅大生意。呢位31歲嘅 Daniel Tom 靠出租同清洗流動廁所，年營收高達430萬美金。Daniel 本來讀體育想做老師，但係讀書嘅時候兼職做流動廁所客服。點知一試就愛上。創業初期佢得一部吸糞車同100個廁所，雖然成日俾人白眼，但係佢理都冇理，日日凌晨4點就親自去吸糞清洗，就算臭到反胃都咬緊牙關頂落去。佢睇準地盤同公園嘅長期租貸服務，賺取穩定嘅持續收入，仲將清潔做到極致，徹底打破呢一行一貫污糟邋遢嘅形象。結果證明佢眼光獨到，地盤同大型活動嘅訂單多到接唔切。而家佢已經擁有2000個廁所、12部吸糞車，年營收突破430萬美金，利潤率仲高達22%。最抵死嘅係佢竟然將公司開喺 Google 同 Apple 隔離，當全世界都驚緊被 AI 搶飯碗，佢就話：我建立咗一盤低科技但 AI 永遠取替唔到嘅生意。行行出狀元，只要放低身段，解決痛點，最污糟嘅地方可能係收埋最大嘅財富。你又願唔願意為咗年入千萬，選擇一個被普通人嫌棄嘅行業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follow 我，下次再同你睇一個真實嘅創業故事。